奉勸大家，如果冇一顆大嘅心臟，就冇選擇種荔枝，好好喺流水線打螺絲穩陣。呢幾日有啲粉絲朋友講，今年荔枝分水落果年種，其實呢啲每年都係有嘅新李落果。你樹體弱啦，加上今年長期乾旱，天氣惡劣，營養冇跟得上，就會造成落果嚴重，種植好多不可抗拒嘅事發生嘅。我哋能夠做嘅就係做好自己嘅技術範圍，盡人事聽天命。紅橙哥平時分享俾大家嘅都係我果然實操嘅方法，我點做就點同大家分享，毫無保留咁同大家分享。而且紅橙哥嘅果園隨時歡迎各位果農過來一齊研究。紅橙哥亦有好多不足嘅，亦都需要你哋嘅指教。紅橙哥亦都冇係開農之店嘅吓，係同你哋一樣，都係真正種荔枝嘅。呢啲冇係去人哋果園拍嘅喎，係我自己果園嘅吓。得閒嘅果農朋友過嚟飲茶，以下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種荔枝嘅心得，你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參考。平時都叫大家管理好健壯嘅樹體，健壯嘅樹體會盡可能抵抗一啲未知嘅因素。其實紅橙哥嘅荔枝亦都有落果嘅，俾大家睇下，實沙，不過未落得晒啊，仲有嘅。而今你心理平衡咪啦？我覺得一樣係落果啊，係嘛？呢兩日呢都係我哋粵西地區嘅重期，其實我哋冇需要去糾結佢幾時係重期，幾時係二次生李落果，幾時係三次生李落果，呢啲我哋冇需要去糾結嘅。我哋噴完二次補果之後，幼果有綠豆咁大啦，就隔7-8天防蟲加葉面肥。你冇理嘅咩生李落果，冇理嘅咩重期，根本冇需要考慮嘅，知道未啊？我哋定期防蟲、葉面營養一齊去噴，噴完咧咪去飲燒酒咯，係嘛？得閒行多2圈果園睇下果，咁就 OK 噶啦。你冇需要去糾結嘅幾時係防蟲，幾時係生李落果。防蟲我哋用長效加速殺，殺卵加速殺，輪換交替咁去使用。記住啊，我哋噴防蟲嘅時候，首先噴下樹頭。我哋日頭個蟲咧，全部喺樹頭嘅。我哋噴樹頭之後咧，佢就會飛出嚟。我哋再打上邊，咁樣咧，效果就比較好啊。而今同大家分享一下方法，防蟲嘅就按你買嘅説明對水，幼果咧可以放淡一啲。平時都有啲粉絲問紅橙哥呢個放幾多毫升啊？咁市場有好多種防蟲藥嘅，而且嘅成分冇同廠冇同，主要係成分冇同廠冇所謂嘅。但係咧，我又冇清楚你買邊種，我點去回答你啊？係嘛？同一種名稱嘅，佢個成分亦都有冇一樣嘅。你買嘅時候你就問下老闆點用，要兌幾多水，咁就 OK 噶啦。防菌咧，我哋可以隔期去防菌。如果日日落雨啦，雨天多，咁就要期期防菌嘅喎。防菌我哋可以用百泰啦、比曹迷菌酯啦，呢啲都可以嘅。葉面追肥就用壯果囊，幼果有綠豆咁大啦，我哋每次防蟲就加上壯果囊，直接噴到紅頭。期間冇需要諗用乜嘢葉面肥，壯果囊係全營養葉面肥，你就冇需要去考慮再加咩葉面肥嘅，就噴壯果囊就 OK 嘅啦。一包係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未備好壯果囊嘅朋友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係需要3-5天時間嘅。呢幾日亦都有好多粉絲朋友問紅橙哥點解我嘅仲未到嘅咁？呢啲係快遞公司嘅事啊！我咪係平時都叫大家要提前去預備，知道未啊？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殺死啦，返去。